影坛盛事，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今天登场，典礼前的红地毯上星光闪耀。父母来自台湾的女星吴甜敏受访时，鼓励年轻女性当每个人自己故事里的英雄。36岁的吴甜敏主演的《疯狂亚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 是近年罕见全亚裔卡司的电影。这次虽然奥斯卡入围奖项挂零，但她与杨紫琼、奥卡菲娜 （Awkwafina） 仍走上红毯吸引目光。另外，日本收纳女王、作家近藤麻里惠以《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一书获得世界好评，近期转战美国电视界，今天以特别嘉宾的身份登上奥斯卡红毯，迷人笑容被媒体评为在红毯上施展怦然心动的魔法。吴甜敏一身黄色亮眼礼服，代表疯狂亚洲富豪接受红毯主持人访问，谈到这部片对于他自己与整个电影界的冲击。吴甜敏说，对于像我这样的亚裔美国人而言，这部电影在票房上的成功具有某种历史意义。我的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看过一部作品能够如此聚焦在我的生命经验。吴甜敏走红之前，曾在餐厅端盘子当服务生，长达10年。2015年靠着电视剧《菜鸟新移民》（Fresh Off the Boat） 的虎妈角色打开知名度。她借此机会鼓励年轻女性说，希望她们能让所有人知道，她们可以成为自己故事里的英雄，而她们的故事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引人入胜的，值得让所有人知道。吴甜敏说，最初在纽约立志当一个女演员，遭遇了许多困难，能够走过这一切，靠的全是想着你有多爱你正在做的这件事。遇到困难之后，以此重新调整心情，然后去追寻自己人生的意义。中央社